Hello，欢迎收看汤姆叔的频道，5分钟学台语。好，再来。幸好哈，幸亏哈，幸好幸亏台语怎么讲？好家在，好，好的家在，好家在，好，幸好幸亏，好家在，好嘛，好，好家在，好，好家在，好，那个好家在这些好家在，好。那如果妥当呢？特懂，特懂，这是一种；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好势，好势处理好势啊，处理妥当了，这件代志我处理好势啊，好势啊，好势，好势，好势，也前面一个好，后面一个事，叫好事，好势，好，妥当的意思，好。再来呢，到了台风的季节，对不对？台风、风台，台语叫做风台，会把它反过来。台风、台风呢，台语都会念风台，风台要来啊，风台要来。苍蝇呢，好行，好行，正确的写法，好行，苍蝇，苍蝇怎么念？喊跟叫，我们说不要乱喊乱叫，没乱画，这个呵，这是画，台语叫做画，卖欧贝画，欧贝画就是这个画，可能，说不定，欢喜，那咪也安诺，欢喜就是也许。欢喜，欢喜 ，OK？ 有没有办法的办法？要怎么念？没办法，这是一种；没法度，没办法，没有办法；没法度也是没有办法。这台语的讲法有很多。没办法就是直译过来就没办法。那台语呢，通常会念法度，没法度，真正没法度，真正没法度，法度，那麻烦呢？直译麻烦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种讲法叫做晦气，真晦气，晦气，麻烦晦气，麻烦晦气 ，OK。好，这个字呢有点难，我们说中国的瓷器，这个瓷怎么念啊？不可能念瓷，不是，台语的念法叫灰啊，比较难哦，这个字比较难。瓷器叫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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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瓷器叫灰啊。OK，给我5分钟，台语埋头。